正道，主的福音真道理，请曾牧师。主所听的每一个上帝囝儿，亲爱兄弟姊妹，愿恁平安。今仔日咱要用这段圣经、三段圣经以及所有每一首的圣诗来做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来帮助。今仔日牧师所为咱选读的这三段圣经，第一段就是恳求天父上帝，让咱的人生有上帝伊的怜悯。主讲，我要为着恁来行新的事。愿上帝将一个新的愿望，将一个新的伫头前伊要成就的事来赏赐予咱。伫这段43章以赛亚的最后一句话，伊讲：因为恁是我家己所做成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恁实在就是我所创造，嘛是我亲生的囝儿甲查某囝。恁要看见我为着恁的生命做新的事，将来通真做保养上帝福音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今仔日第一个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所有在座兄弟姊妹，伫你人生中间所期待的，天顶的上帝甲咱行。伊讲：我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第二段圣经是出伫牧师的邀请，也是教会的代祷。要鼓励兄弟姊妹，所以兄弟姊妹，你来到这间教会，咱做伙成长的过程，你听到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敢无真做你的故事？今仔日所念的讲，主的福音真道理，或者咱第一条所念的诗歌讲，是旧犹歌永新。旧的故事敢有变做咱新的故事？30年来，伫这间教会甲咱做伙生活。有人亲像做人客，来一段时间了后就离开，这毋是毋对，是因为上帝要带因到伫另外一个上帝的职场，伫迄个所在生活打拼。就亲像有一个咱的少年人，伊是读音乐的，伊的文书是上帝所予伊的，是一个音乐的老师。咱会通伫教会的 Facebook 顶悬的连结，咱常常看到伊目前是伫欧洲咧巡回。伫遐咧发挥上帝所予伊的文书，但是每一摆伊倒到台湾，伊拢一定来做礼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伫你的人生中间，敢有产生祝福？愿马可福音这段故事，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牧师用这个故事来邀请兄弟姊妹，咱求主透帮咱，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时咱有迄个黑暗的关系。咱家己无能为力，教会嘛无能为力，因为今仔日马可福音第1章讲，耶稣入会场，伊讲道，人拢着惊，因为伊的讲道赢过所有的老师，大家感觉伊的话语中间毋是干那一个道理，有一种的力量，互人的心火热。兄弟姊妹，愿上帝亲自对恁讲话，也主耶稣讲，静静听，安静。主耶稣透放这个会堂中间，教会无法度做，但是耶稣会。有真个时阵，信仰毋是干那一个道理，信仰是一种的权柄。愿主耶稣伫今仔日将这个福音的消息，赏赐予咱在座兄弟姊妹。最后牧师的结论是用今仔日的金句，因为这个金句是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所讨的2项真要紧的祝福。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第10节。第一，保罗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所求的，就是求天父上帝伊的疼充满伫伊的兄弟姊妹，充满，搁再充满，疼充满，搁再充满。咱的生命若有疼，咱无孤单；咱的生命若有疼，咱就无感觉怨叹。最后所讲，伫这个所在，这个疼是建立伫灾物甲什么？骄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个，保罗为了教会的祈祷，嘛是我所学习的祈祷。我身为咱教会的牧师，我的责任感毋是为恁祈祷嘛，是
伫教会内底有2项真要紧的工作，就是为恁祈祷。第二，就是将上帝的话甲恁分享，望这话会当成做恁心中火热的确信。第二，保罗伫腓立比第1章第10节，伊讲到：我求天父上帝，互恁会当明白选择迄个有价值的事。圣经法律，圣经安尼讲：我求天父上帝，互恁会当分辨是非。这是国语的翻译，和本的翻译，能够分辨是非。教会的青年，伫今年的暑假牧师看到恁成长，甲恁的努力，上帝祝福恁。这句话嘛是牧师为恁的祈祷。上帝赏赐恁有能力当分辨是非，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事实上，伊的原文，无论是伫天主教的圣经的翻译，或者伫圣经希伯来语原文的翻译，伊咧讲起，互恁会晓得选择卓越的事情结出来。愿上帝祝福咱教会所有的青年，因为将来人生是有价值的。伊讲选择迄个有价值的事。所听的弟姊妹，你安静问你家己，这个信仰敢有互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选择一个你人生中间袂通无的，实在有价值的事。咱伫人生中间，咱所选择的，有当时并不是真正。上帝伫咱一生中间上界了不起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祷告，主赏赐我。因为上帝所做记载伫以赛亚43章，伫马可福音第1章，伫腓立比第1章，拢是讲到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做一项新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来听圣经所讲的事，咱当心来祈祷。转安静徛伫你的坐伫你的圣殿内，愿伫这个所在恭敬为着阮的生命来祈祷，恳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将你宝贝的信息来讲互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听。主耶稣，你的福音是真道理，你的福音毋是干那一个道理，是一种生命的透放，是一种生命的丰富，是一种生命的经历。人要因为你所做，对心中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呢？连鬼嘛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主啊，福音到底是什么？连这个黑暗的关系，在这个宇宙中间所有的灵界，拢降服在你的面前。所以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开阮的目睭，互阮明白，你的福音不是一个讲道片，你的福音是一台大大有福气，阁有权柄。主求你赐落伫每一个所听的遐弟姊妹，互因的生命担着福音的滋味。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福音就亲像拄则牧师有小可甲咱解说。虽然这3段的故事并无相关的这个经文的背景，但是这3段的圣经，无论以赛亚43章，无论是马可福音第1章，无论是腓立比第1章9节10节，这3段咧讲起一项，就是上帝为着人做一项新的事，就是福音临到一个人的中间，人的生命要因为安尼来改变。所以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的生命就更新，伊要针对新的人，旧的代志拢成过去，一切拢换新。愿今仔日的礼拜所听遐弟姊妹，上帝将一个新的道理，也是旧的道理，亲像咱今仔日的圣诗第2首，伊讲主的福音真道理。第1首讲是旧，也旧是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这本旧的圣经。但是这旧的圣经竟然接着咱新的，在咱的生命中间的福音，愿天父上帝互咱看见，真要紧。以赛亚43章第27节，以赛亚43章第21节，伊讲：恁是我为着家己所创造的。兄弟姊妹，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上帝讲：恁就是我的囝儿，是我所亲生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是属
上帝的家子。上帝创造咱，是为着要互咱讲起伊奇妙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甲咱揽伫伊的形象，亲像今仔日进入相片，耶稣抱一个细囝。这段圣经咧讲起耶稣听迄个滋味说，耶稣听每一个求叫伊的名。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咱的人生有瓦靠。咱伫主的面前，将你的心交上帝。愿天父上帝抱你伫伊的形象。为着咱的生命做一项新的事，今仔日圣经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亲爱兄弟姊妹，你愿意你的人生有上帝为你创造所有备奇妙的计划吗？我相信是。愿天父上帝伫咱所有的教会青年的心上，拢有伊一特别的计划。8月，刘玉民就要离开咱去德国1年。这个青年上好讲新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不是讲咱刘玉民上帝会为着伊有备。咱伫夏令营中间，去 TV 来问、来采访咱的教会教会，因真好奇，为什么一个庄卡的教会，伊会做这种国际性的青年的交流的事工？因问我讲，牧师，伫恁的教会中间，恁对青年的期待是安怎？咱期待咱的囡仔，将来上帝带伊到天边海角，无人知影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伫每一个青年的生命中间有伊奇妙的安排。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毋是干那刘老师阿芬伊的囡仔，嘛祝福咱教会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我的老师伊所讲一句话，伊讲少年人上需要的，因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就是找到伊的人生的标杆，找到伊的人生的舞台，然后无怨无悔向前行。少年人上需要就是找到伊的人生有价值、有兴趣的事。今仔日的金句所讲的，就是伫上帝的面前平明，会当查验什么是有价值的事，什么是美好的事，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做一个会当陪伴咱的囡仔的士大人，带咱的囡仔入捌上帝。因为所有一切奇妙的事，拢是伫上帝手中。今仔日的圣经第一句起头，伊讲：恁敢毋知吗？我要为恁做一项新的事。兄弟姊妹，你若毋知影，今仔日的礼拜对你的一生有什么种的影响？你通花手问上帝。你讲主啊，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甲司礼的长老有带阮读这段圣经。你要为阮做这样事，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份量身定做。你捌听过牧师的讲道，甲恁讲，上帝的计划是每一个人拢是量身定做的嘛？你无例外，我无例外，咱的一生没有偶然。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应答每一个对上帝找求答案的人。我佮讲一摆。你若愿意伫上帝的手中找到答案，主讲，我就要互你看见，但要发现。愿咱伫礼拜中向上帝祈祷，上帝对你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当你找无你头前的道路的时，我要伫旷野中间甲你开一条道路。我要伫大扫空下的地，甲你开江河，互你的生命中间有水通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上帝所创造，兄弟姊妹，你通花手伫你的形情，你讲上帝，我知，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家子。主啊，既然我深信你，主啊，既然我一生将我一生仰望你，我相信你要为着我一生来负责任。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明白，咱是伊所听的百姓。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佮互咱听到马可福音。其实马可福音应该讲，严格来讲是彼得的福音书。虽然这本册是用马可的名来写的，但是马可就亲像彼得的学生，毋是彼得学生。所以彼得所讲过的讲道，所讲过的故事，伊的学生马可
伊甲伊记起来。马可福音是一本足奇妙的福音书，伊无对耶稣会出事讲起，所以马可福音无圣诞节的故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伫咧开始就讲耶稣竞选4个学生：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因咧讨戏，耶稣讲来跟对我。耶稣叫这个人来跟对伊的时阵，迄个礼拜日，迄个安息日，因就入会堂。今仔日个故事是安尼开始。所以马可福音其实所写的最重要，伊的重点，拢咧讲起彼得看见耶稣怎样做代志。所以听弟姊妹，今仔日所咱读的只有短几节的经文，万今仔日读去了后，你若有感动，你重新将马可福音第一章对头读到尾，你斟酌个读。这段的故事到底咧讲什么？这段的故事咧讲起耶稣进入礼拜堂，伊伫遐教示人，人听到伊的讲道了，心火热。甲过我的主耶稣伫以马忤路上所做的讲同款，遐会看到耶稣死亡的学生，因惊吓离开。伫以马忤路上，搁再听到耶稣甲伊讲明圣经的时阵，后来因感觉心火热。伫迄个中间，因讲到一项代志，是啥物人讲？是彼得讲互马可听。马可讲：当我对耶稣的起头第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带这群人入去做礼拜。伫礼拜堂的中间，我的心感觉，这个讲道者甲所有的列比犹太人的老师无同款。伊的讲道所讲的内容，毋是干那一个道理，会当穿透上帝话，会当刺透人的心，互人知影好歹，互人知影是非。教会若无有主耶稣的圣心，教会礼拜是死气沉沉。今仔日的故事咧讲起无能为力的礼拜堂，其中有一个人犯着鬼，但是耶稣来到这个所在，也未讲道的时阵，伫讲道的时阵，有人搅搅伊，因为上帝的话开始被宣扬，黑暗的关系，魔鬼就挡袂掉。所以讲道的中间有人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伊刺插，因为伊内面有无好的神。所以咧，写信就来讲，耶稣，我知影你是啥物人，你是至圣的，我甲你有啥物关系？我知影你来要创啥。耶稣甲伊讲：安静，离开。耶稣敢若讲一句话：安静，离开。鬼就离开这个人。这个人伫现主时，若像羊癫疯安尼，伊讲伊就抽窜，然后鬼就离开。当时做礼拜，所有人心内狂野，就惊讲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连鬼嘛听伊的话。所以，姊妹，你做基督徒，你敢已经看明这个主耶稣的权能啊嘛？主所听的囝儿兄弟姊妹，你敢已经享受耶稣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权能吗？愿咱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嘛对你讲话。主耶稣将你心中的罪罪捆绑。主耶稣讲离开，因为这个是我所听的囝儿。愿迄个阻挡咱、捆绑咱、搅扰咱，迄个心中无好的灵离开咱的生命，伫今仔日的礼拜。愿主耶稣亲自将这个妒忌的灵，将这个骄傲的灵，将这个贪心的灵，将你心内最最捆绑你久久的，伫今仔日的礼拜，就亲像2000年前，彼得亲自看到耶稣用伊的话赶鬼。愿主耶稣所享受的是一个好灵，就是上帝伊家己本身，诚做无能为力的人的帮助。这段故事嘛，是我为着咱的教会的祈祷。主啊，当我的教会无能为力的时阵，主啊，求你家己做。拜四暗到9点外，已经伫咱的顶管甲我讲，牧师，惨啊，水一直射入来，对咱的教育馆灌倒入去。伊讲牧师，你要灌迄个电梯啊？我讲好，啊，你去甲清迄个水坑。伊讲牧师，
清未了。兄弟姊妹，伊真咧顾教会，伫迄个暗时，牧师无伫伊身边，袂当做啥。咱有真侪时阵，咱甲咱的囡仔，伫咱的人生中间有无能为力的时阵，已经淡漠了。后来阿关阿芬，毋是阿关阿芬，美秀，搁在安陆，甲一个志宪，因就紧赶来到教会。我看到因的那顶悬10点外，腰搁伫遐咧摕水桶伸2楼迄个电脑教室滴落来水。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迄个无能为力的时间，你敢捌拄着？你一定甲牧师讲，牧师当然我有无能为力的事。今仔日个礼拜邀请咱来到主的面前，当咱无能为力，亲像即个无法度甲即个鬼赶出去的即个会堂，耶稣一句话，即个邪神就离开。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赏赐每一个追求伊的人。彼得伊一生所注重的，毋是咧讲起一个新约。伫马可福音书内底，彼得所讲的，耶稣所做每一项代志，神迹、新约本身，拢有伊背后的真深的意思。所以今仔日个故事咧讲起，当一个人无能为力，当一个人伊的心内有一个黑暗的势力，这个人无法度救家己的时阵，耶稣用伊的话，互伊得到讨帮甲平安。所以马可所讲的，其实咧讲起信仰，伊上深的理的道理，甲愿望有关系。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兄弟姊妹，咱重新来想，我信主遮尔久了后，咱咧讲传福音互别人，但是咱若是青梅，要安怎带人来信主？咱若无了解福音到底是甚物，咱要安怎甲人传福音？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明白，福音其实毋是耶稣才开始，福音对创造的上帝开始，伫人的艰难中间，伫人的无能为力的时阵，上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耶稣是上帝，上帝嘛是亲自来到世间的耶稣。所以上帝伫人无能为力的时阵，伊为着人做一项新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毋通空空离开礼拜堂，好不好？毋是因为恁听着牧师的讲道，恁有感动，是因为上帝话，伊应允你讲，我要为你的生命做一项新的事。也即你爱清楚知影讲，主啊，什么事是你伫我生命中间想要做的事？兄弟姊妹，咱会为着这项代志，咱全然无共款。真做一个有愿望、有积极的力量、有热情。有的人对真多代志拢无精打采，但是当上帝的相信了踮伫一个人的内面的时阵，人就不再是一个无精打采，伊会感觉伊是有能力的人，伊是感觉伊会当做什么，伊会当真做一个有热情、欢喜去追求伊会当做的事。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明白，今仔圣经。伫当时做礼拜2000年前，伫彼得甲安德烈、雅各、约翰，因4个人伫迄个中间做见证。后来彼得经过几十年后，讲互马可听的即个故事。伊讲当时耶稣将即个黑暗的关系，即个犯着鬼的人，伊的鬼赶出去的时阵，有一句话，兄弟想看觅，即句话讲，哪会安尼？哪会安尼？伊伫做礼拜中间看到耶稣，敢若用一句话，列比无法度做的事，教会无法度做的事，就是互犯着鬼的人伫咧讨帮。伊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经的国语的翻译是安尼。伊伫这个所在讲，这是一个新的道理吗？以前阮的祖先所留落来摩西五经，拢毋捌发生这个代志。这敢是一种新的道理吗？这个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假释。教会不应该讲一种死气沉沉的道理。所以我真爱一个信仰，一个信仰的长辈，伊的名牧师捌甲恁讲过，伊叫做卡巴特。伊讲人的道理袂当定义上帝的道理。
有真多真优秀的神学家，因所讲的神学，袂当甲上帝的话画上等号。兄弟姊妹，咱所了解道理嘛，无拄拄是真正耶稣的道理。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也愿意谦卑，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今仔日的礼拜有讲上新的假释、新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开咱，伊讲连写神嘛顺服，连写神嘛顺服。这个道理毋是一个知识。这个道理是一个信用的确实，人的活命的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深深欢喜，伸出手讲：主啊，互我怜悯我，将这个真正甘甜的福音放伫我的嘴，互我担着这福音的滋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稳定。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干那道理，伊是一个活跳跳。当上帝话进入咱的内面的时阵，迄个无好的挡袂掉。耶稣讲道的时阵，迄个犯着鬼的人挡袂掉，所以伫遐大声发出，阻止耶稣讲：你免阁讲遐有诶无诶。我知影你是啥物人。耶稣就甲伊讲：点点离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有主耶稣伊所享受福音的权柄，进入咱的生命中。所以，亲爱的姊妹，愿咱享受信仰，愿咱享受做基督徒的生命。兄弟姊妹，如果你若伫教会遮尔久中间，你也未完完全全享受到满足的喜乐的时阵，你甲主祷讲：主啊，收拾我那种满足的喜乐，是一个我一生无后悔、无怨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金句讲多而又多，这是中文的翻译，和本的翻译讲多而又多。但是台语的圣经改翻做充满，搁再充满。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经历着主耶稣，伊搁我的圣神运行伫今仔日的礼拜，搁我的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互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听讲道。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生命得到充满，一个圣神运行伫你的人生，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所以伫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甲主祷讲：主啊，互我看见你。今仔日的礼拜，圣经的故事是2000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敢会当变做你的故事？就亲像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因看到耶稣，因亲自看到，因的列祖、因的祖先所讲，上帝要享受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因伫迄个礼拜中看到，耶稣就是伊。所以，亲爱的姊妹，遇见神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转变。咱毋是讲听这个白纸黑字所写的圣经，因为连保罗嘛安尼讲，伊讲字句使人死，圣灵使人活。白纸黑字的圣经，若无圣神的帮助，读无一定读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这个故事，咱首先认真面对咱内底迄个阻挡咱得到自由，甲得到喜乐的迄个生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种的习惯？有什么种的想法？伫你的人生中间，常常阻挡你。朝着光明跟良善的那个方向去行，哪有迄种的阻挡？伫今仔日的礼拜，你话手讲，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我命令你离开。所以你姊妹，今仔日的人无啥相信讲有鬼人，但是其中今仔日的人有真侪麻烦，是人无法度家己处理。咱话手伫咱的心内，咱毋是咧赶鬼。咱是咧将咱心内有真侪对咱的阻挡，袂当伫上帝的良善，袂当伫上帝所享受咱的生命的甘甜的生命的时，咱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命令伊离开，互咱真侪真实的基督徒，真侪主所听的经字，这就是彼得讲互马可，马可记载伫伊的福音书的起头，上帝独生囝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句话就是：
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句的第1节，伊讲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这主耶稣，咱讲主耶稣，我对你遐尼久啊，求你彻底上互我，求你彻底上互我，享受你所享受我生命的甘甜，赢过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赢过这个世间的金银财宝，赢过这个世间的最情欲。主耶稣独独只有你会通互我的生命得到完成，或者求就互咱，求就互咱。原咱伫主的面前，咱求主耶稣的圣神，就是伊个互人个我的圣神，会当互咱明白这个新的假释。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你亲自安静，你甲圣神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请你将今仔日礼拜中间所讲的圣经解说互我听。我毋是干那要听牧师的讲道。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圣神，求你将我所需要听的福音的信息，放伫我的心思意念的内底，互我完全得到头棒。这是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愿天父上帝，互你对你生命中间真正看到上帝，对你心内就着惊讲：我的主耶稣是遐尼有气力，但是我伫过去的日子做基督徒，为什么活了遮尼痛苦？当然，你会讲牧师，我无真痛苦，感谢主。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照咱生命所需要的，甲咱量身定做，伊互咱经历着伊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伊的话，伊的圣神，伊所享受福音，互咱明白。和本的圣经讲，这是什么事呢？这是什么真道理？这是一个什么种新的道理？兄弟姊妹，圣经所记载的故事是旧，确实是新，是什么意思？旧的意思就是讲，伊是古早人的圣经的故事。是新的意思是什么？伊要变做你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是旧嘛是新。咱甲主祷讲，主啊，伊有的我嘛要有。恁常常听牧师见证讲，若去教会观摩的时，我若有感动，我拢会甲上帝祷讲：上帝，你互即间教会你伊有的，我咪爱有。或者恁敢捌安尼祈祷过？恁若读圣经读到真感动的，你敢讲，较有遮尔大的气力？耶稣，我都做这代志，你就奉伊的名祈祷讲：主耶稣，你互伊的，请你嘛互我。因为耶稣捌问伊身边的人讲：我会通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事？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嘛问你讲：孩子，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咱甲耶稣讲：主啊，你若会，耶稣讲：你较安尼讲，我当然会。主啊，你若肯，主耶稣讲：你若安尼讲，我当然肯。伫咱的需要顶悬，甲主参详，求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主的福音真道理，互咱对今仔日开始享受做基督徒的迄种的荣耀。我捌一届为着一个人洗礼。我已经袂记得到底迄届迄个人是啥物人。伊伫问到你真正，我问伊讲：你为什么要领洗礼？伊讲：牧师，我若会当伫教会受接纳、洗礼、领洗礼做基督徒，这是我一生中间最大的荣幸。迄个毋是今仔坐伫咱中间的，就是亲像我讲，上帝伫短期间带伊来到伫咱中间，造就伊、栽培伊。互伊得到福音，然后带伊出去做传福音的见证的人。伊讲教会来当接纳我，准我领洗礼，这是我一生中间最大的荣幸。现在你会记得安美姐的先生刘连新兄弟嘛？伊是卧床的兄弟，但是伊逐礼拜伫直播的顶悬。甲咱做伙做礼拜，安美姐问伊讲：
你敢管你说呢？伊请富康巴士专工载伊来到咱中间，伫咱中间恭恭敬敬领受主耶稣的保护，真做上帝的囝子。啊，这福音是遮尔严肃的代志，福音是遮尔宝贝的代志。最重要，毋是听，充满咱的生命。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换手伫你家己的心来讲，我的心内底无搁再有空虚的角落，我的心无搁再有空虚的角落，充满搁再充满，充满搁再充满。主的宝贝，压过世间的宝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祝福所有伫云上、伫云端、伫直播的礼拜，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听你。只有上帝甲耶稣的，今仔日的福音马可福音第1章是代表整个马可福音。伊讲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独独只有主耶稣话。兄弟姊妹，因为伊是上帝，上帝讲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恁要看见。阿们，哈利路亚！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互咱明白，咱是何等的身份呐！咱是何等的身份？兄弟姊妹，咱会当做基督徒，毋是祖先有灵有邪。这是一个上帝恩典，对咱的世大人，对咱的祖先，上帝互咱会当加做伊的基督，伊的囝子。今仔日的福音来讲起，互一个甲上帝无关系的人，伊明白伊是上帝的宝贝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整个圣经中间所讲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上帝听咱，甚至完全无保留，将伊家己来收束互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咱的双手，甲咱踢伫咱的耳孔中间的遐个踢盖，咱甲主祷讲：主开我的耳孔，主开我的心，主开我的目睭，互我看。互我听，互我心明白，你的道理是个新什么样的道理？如果你也未完完全全认捌耶稣基督，愿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亲自将这个新的道理，互你明白。一个也未完完全全认捌耶稣基督恩典的甘甜的人，就是因为咱也未明白伊的福音甲伊的恩典。是甘甜甲什么种的程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彼得伊所心愿，通过伊学生，伊的属灵的囝子马可，伊所讲耶稣所做的事。马可福音书整个规本册无真长，这本的福音最重要，伊的重点是咧讲起耶稣做了什么种的代志。这种的代志，甲你我拢有关系。耶稣要为着咱的生命做一件新的事，耶稣要为着咱的生命做一件新的事。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所讲的无啥共，当然这个耶稣是共人，但是因的感动、因的重点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是大人的道理，无等于是上帝的道理。教会所讲的讲道，嘛无一定是正确完全的道理。求主怜悯帮助。和所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所讲的道理，是一个货真价实、真真正正耶稣基督家己亲自福音的道路。因为主日的讲道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咱的教会才会设立，佮有推动查经。因为伫查经的时间会当更加详细，有更加长的时间会当真正坐落来讲。咱的教会伫前一站所讲的主题叫做耶稣的课堂。伫耶稣伊讲了伊的讲道，耶稣安怎咧教伊学生？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真足想？你敢捌真捌真正了解耶稣伊的教示到底是什么？教会上要紧的工作，就是真真正正向兄弟姊妹讲明耶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主的福音真道理，教会敢有能力？通真清楚来讲明耶稣基督福音。有当时讲道爱讲好听的故事，有当时教会爱听迄个好笑的笑话，伫
伫迄个礼拜中间，就像去个秀场咧看诸葛亮的，迄种餐厅秀。兄弟姊妹，礼拜毋是安尼，礼拜毋是咧讲迄种哗众取宠的道理。礼拜约最要紧，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比着讲，耶稣不花俏，耶稣的礼拜只有两项：第一，讲道；第二，互上帝的权能，互人得到头棒。愿天父上帝伫每一届礼拜，互心内劳苦背重担的人，恁得到头棒，恁得到扶持，咱得到祝福。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将一份新的生命的开展。今仔日的犯着鬼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话，通得到一份新的生命的开展。兄弟，你即摆需要什么？有一寡代志是钱买袂到的，你同意吗？伫人生中间有一种宝贝，有一种荣耀，有一种幸福，是钱买袂到。你所需要一份新的生命是什么？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安静、安静，直到咱完完全全清楚主耶稣伊所带予咱的祝福，因为咱是要保养伊的好名声。所以，亲爱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拯救，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拢是要甲人讲：我以前是一个什么种的人生，但是后来我拄着主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亲近上帝的家庭，伫伊的圣殿，伫伊的厝内，主甲咱讲：你是属于我，我嘛属于你。当你认捌我了后，你要保养我的所做，我的所行。愿今仔日的金句，真侪兄弟姊妹的祝福。今仔日的金句是保罗对于兄弟姊妹所发出的两个祈祷：第一，求主耶稣基督的疼大大充满，搁再充满。而且这种的疼，不是一种情欲的疼，这种的疼是建立在真理顶端的疼。伊讲这种爱是建立在知识，建立在知识与见识。知识跟见识有啥无共？知识就是你读册，你就读得有；但见识咧讲的，就是伫你的人生中间，你通过经历，你都得到的决定跟答案。人若无见识，都要多看电视，这是一般通俗的笑话。但是人的见识其实是上帝的圣心开人的目睭了后，人才有能力通看到真正的代志。伫这个所在咧讲去充满，搁再充满这种的疼，毋是一种疼世间的疼，嘛毋是一种情欲的疼，是一种因为认捌耶稣基督福音，所以对心内充满，搁再充满。愿主将这种的充满修饰给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花手伫你的心祈祷讲：主，求你伫今仔日的生命中礼拜中间，修饰我两项代志，是保罗所予腓立比教会。保罗所予腓立比教会的代祷甲祝福，伊讲是一种丰盛的疼，是建立伫圣经的知识、圣经的教示甲真理、圣训的内底。第二，伊所讲的祝福，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代祷的第二项，求上帝赏赐恁有能力通判断，又有能力去选择，有能力去检验。这三项是其实是同一项，但是伊伫无同款的圣经的环境顶端出现无同款的描写。伫和合本顶端讲，就能够看见那更美好的事。伫天主教的一本圣经，因为圣经阮讲解圣经的人，阮通常称伊叫做思高本的圣经。伫伊的翻译中间，伊讲就必喜爱那个卓绝的事情。卓绝意思就是优秀、重要的代志。圣经原文伫这个中间，伊咧讲美好也好，卓绝也好，其实这个原文的字，伊代表有价值的事。
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咱所听遐的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开恁的目睭，开恁的心，互恁伫恁的一生中间选择不可缺少的、最好的耶稣为恁做无比的祝福。这就是今仔日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所做的祈祷。我嘛伫祈祷中间为着兄弟姊妹祈祷讲，祝福这间教会的设立是为着所有的兄弟姊妹做祈祷的教会。主求你帮助这间教会是一间真正将上帝你的话来分享给所有基督徒的教会。主也愿你的圣神伫这间教会中间来帮助每一个也未真正完完全全享受伫你的听的内底。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做你的见证，互你的好名声传到地极。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为着心内邀歌，对你发出祈祷，甲你祷讲，主啊，我需要你属灵的吗哪。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求你养赐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主耶稣，求你伫2000年前所做，伫会堂中间，你用你的话讨放人，这个新约，今仔日个临到伫阮的中间。主讨放阮中间，有人无法度放落家己，受着最阻挡。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通听做一个受讨放、自由，阁有新的活命的基督徒。主愿你的福音真道理，今仔日人人有份。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